大家好，我係鄭志仁師傅，將會喺不久將來咧，我哋會喺香港占算網咧同大家會面，就會講下鐵板嘅前定數。咁鐵板前定數咧就係鐵板數嘅雛形。咁何謂叫做雛形咧？叫做我哋叫做斯文啲叫做講草稿啦。咁就係話能夠喺香港嘅市面書局買得到嘅就係鬼谷子算命術。原來咧就係話俾你聽就係鐵板前定數，佢係用一個卦去解釋俾你聽嘅妻財子祿。咁好多人話喂呢個鬼谷子係兩頭鉗喎，但係你哋忽視咗，原來鬼谷子咧唔係兩頭鉗，係包含咗咧你四柱中嘅六柱喺在內。咁換句嚟講，佢能夠唔可以講100%準確話俾你聽你嘅妻財子祿點，但係起碼咧雖不中也不遠，能夠講到你個父母啦、個緣分啦、兄弟姊妹朋友、婚姻如何、仔女點樣啦，最重要用一個後天數咧就可以講到俾你聽，你人生裏邊有幾多個知己？我哋講話即係男性知己、女性知己，你嘅生肖係屬於咩生肖，有咩年歲，你哋個過往將來結局係點？嗰啲係咪1、2、3講得好清楚俾你聽？咁如果就係話，如果你有一個叫做易學嘅根底研究嘅咧，你不妨你試下買本《鬼谷子算命術》，你自己去睇下。